因为喜爱摄影，退伍后便开始投入影像创作的工作。摄影师洪家和入行这14年来，始终还是对摄影保持着热情。偶尔没有工作行程，洪家和也会拿起相机，四处找寻美景来练手。虽然洪家和参加过许多台湾的摄影比赛并获奖，但其实他心中一直想要参与国际赛事，除证明自己，也是希望透过摄影作品将台湾的美好推广给世界。某次与朋友的聚会中得知 Muse 摄影大赛后，便积极备赛，首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就拿下7金2银等9项大奖。有一个摄影的同好去参加了，那我就去做个功课，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也试看看。结果，然后我就选了一些作品，然后当初其实心里也是很怕不会中，然后我就选了4件作品，然后投了10个类别，然后就总共就得7个金奖，然后2个银奖嘛。那我其实觉得应该说我的作品风格其实蛮多元的，就是从人像，然后到建筑摄影都有，然后生态摄影都有。那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我的风格是比较自然的呈现这样。那我觉得光影还是什么，我其实自己也不喜欢做太多的后置。尽量让它现场是什么样的氛围，我就很自然让它呈现。除构图与氛围让评审印象深刻，洪家和在设定拍摄主题时也绞尽脑汁，特别选择外国朋友较有兴趣的萤火虫、竹编艺术、老戏院等东方神秘元素题材，策略果然奏效，作品马上就吸引到国际评审的青睐。有一些题材在我们台湾，也许台湾人会觉得很常见，但外国的评审不见得会那么常见到，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挑选的过程，我就选择说，也许对外国评审来讲，它可能是比较特别的，然后可能也许也能够加分这样。像萤火虫，像我有一张作品是那个竹编的艺术家嘛，对，我相信他们也很少会看到所谓竹编的东西啦，对。然后有一张是废弃的那个老戏院嘛，这也蛮特别的。那有一张黑白摄影的那一张照片是，其实在台湾的永乐市场那边拍的。那其实能够拍到那一张照片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巧合啦。就是我刚好觉得那边的光影很适合，然后因为它很特别，是它有铁丝网印在 model 的脸上，所以就有一点比较有感觉，会有比较有深的含义这样。透过摄影作品，让世界各地的朋友更认识台湾独特的美，这是摄影师洪家和最开心的事。未来，他也会在影像创作这条路上努力，持续传播故乡美好的人事物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